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26，旧历的6月24，礼拜五。新闻一开始，继续来关心总统府的特勤人员走私免税分的代志。华航昨下晡来开记者会，公布最近6年来走私免税分的资料。但是到底是为什么时阵开始利用总统的专机来走私免税分？啊，佮到底是食歹带头，上大声开始安尼做的呢？华航讲，因只有2014年以后的资料，2014年进前根本都交代袂清楚，这是互交通部真不满，甚至来表明讲，这个华航的董事长贾世谦若要请辞，交通部一定嘛会同意。事件呢，造成这个社会的纷扰呢，我在这里呢代表华航表示这个最大的一个歉意。走私案件4天啊，华航董事长贾世谦就出面先道歉，但是规场记者会开完真侪疑点，交通部真不满。这个专机呢，事实上我刚刚讲过了，从20多年前开始到现在，在整个免税品的购置大概就是用这个方式在购买所以我想在看得到的资料是2014年1月以后的这些资料大概都是有超量的但是我们觉得，对于真相大白这件事情还是做得不够尤其是整个这个2014以前的相关的资料，现在都还没有出来所以没办法这个了解到这个整个违规走私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始作俑者是谁？交通部处长王国材认为华航无交代清楚，甚至为讲法有误导民众嫌疑。所有的交易它是在飞机上完成交易，并不是在华航这边，就是说不是在国内完成交易，而是在空中完成交易。所以空中完成交易就是已经是属于这个境外的那个交易。法界人士指出，华航是国际航空，也是总统专机，伫机顶入卡嘛算是我国领土，加上交会地点伫桃园机场，根本无算境外交易。董事长本来就是要负完全的责任董事长在代表华航，就是对华航负完全责任。如果是追究责任的话呢，那就追究我头上也都没有问题。就是如果他没有让真相大白然后这个部分交部会请他负起责任。交通部处长王国材表明，若是贾世谦要请辞，交通部一定会同意。不过，华航是不是进行相关人员的听取，家己嘛有苦难言。提出要求的是一个公部门，公部门是我们的对口单位。就我们来讲，我们也很难去质疑公部门做的一些决定。就同仁来讲，他觉得我跟以前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对？因为这歹习惯已经几啊冬甲镜头拢总指向华航，嘛无公平。这件中间有伤侪政治力介入，要查清源头有难度，嘛考验主管机关的智慧。